去年4月初3，花莲大地震了后，造成环状线受损停驶哦。今年初，新北市政府是指出讲，结构工程协会调查报告认为讲，是中华工程哦无依照设计图来施工，要求偿19.27亿。中华工程嘛回应讲哦，地震迄当时，环状线的地震侦测站哦，封关起来咯，这恐惊有人为的疏失。去年起降机工程人员对所位进行修复。去年4月初3，花莲大地震了后，这运环状线地震派去经过200多工抢修。新北市府伫今年1月初公布中华民国结构工程协会调查报告，指出是因为搬设机床顶面的雕破板互撑过，最后机床失效，致使大梁错位，并且指控施工的中华工程无按图施工。对此，中钢反击讲，相关的施工计划都拢经过相关的单位审核通过才施作。韩式之城它本身的设计都是经过业主还有设计单位的同意，而这个施工的整个的过程有882颗，换句话说，插销也有882个以上。那这些的内容有860颗都没有问题。那你可以想象，这个22个有问题的插销，到底是真的它有问题，还是因为有其他的结果？委任律师指出，事发了后，新北捷运局甲责任归户中钢。不过，经过中钢的了解，施工伫中原站的地震侦测站呈现关起来的状态，致使地震发生的时无法度得到侦测的数据，根本无法度提供调查单位判断当时环状线所承受的地震强度，认为调查报告是无啥公正。我们一定向中工求偿19.27亿。这是报告的内容，详细的所有的问题，我们尊重专业，也尊重公正团体的判断。针对中华工程强调讲无法度接受调查单位和相关单位不实的指控，新北市也强硬回击，环状线所谓的鉴定报告是由公正的第三方专家学者完成，尊重专业的判断，也依法提出求偿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